真菌好、病菌好咩菌咧，一般都係靠糖分嚟生存嘅。咁咧首先講糖尿病人啦，糖尿病人如果佢處理得個糖尿控制得唔好咧，佢啲血咧一定係嗰啲糖分較為高。咁所以如果佢不幸有傷口咧，嗰啲真菌啊或者細菌入落去係更加容易繁殖。長者咧，佢通常去到腳部嘅血液循環一定冇咁好。咁如果不幸佢喺隻腳板底或者啲腳趾甲感染咗灰甲或者香港腳咧，咁所以因為冇血液循環啊嘛，自然嗰個新陳代謝又慢啲，所以嘅嗰個真菌感染亦都係難啲處理嘅。咩灰甲咧？佢有3個病態嘅，第一個就係加厚啦，第二個又會變色，第三個咧就會有啲離甲嘅。譬如當個病者係屋企着拖鞋啦，咁你咪望到佢隻腳趾甲有冇變形啊、分開咗啊或者變色啦。咁另外就腳皮你會見到佢譬如話腳趾罅或者另外腳皮會有啲乾燥。咁香港腳有部分人都會痕嘅。咁通常任何嘅真菌感染，包括灰甲、香港腳，一般都係分2大類處理嘅啫。一係用藥膏啦，或者藥水啦；一係就口服丸。因為口服丸要食嘅時間都幾耐嘅，呢啲就都係一定嘅風險嘅。咁就要有好少部分人食咗可能肝酵素有啲唔正常嘅，所以我哋都要定期咧就要同佢抽血驗驗個肝啊腎嘅指標。所以通常我開口服嘅藥水，我一定要評估晒佢嗰個長者啦，或者另外啲糖尿病人有冇食緊額外啲藥會同我有抵觸嘅。首先要俾醫生評估咗你係咪真係灰甲啊或者真菌感染啦。如果真係話咧，就值得係由醫生或者醫生處方你去藥房買啲有科學根據嘅灰甲藥水啦。處方藥物一定係經醫生指配方啦，咁所以通常呢啲一定係有啲效用同埋有科學根據嘅成分。坊間有唔同嘅藥水叫灰甲藥水，有啲咧就又要搽啦，又要磨啦，又要做揾酒精消毒啦。因為如果你買咗啲唔正確嘅灰甲藥水咧，有2個風險嘅。第一就根本都完全冇效，盞嘥你時間之餘咧，拖慢咗個病情。第二個亦都見到啲個案咧，嗰啲灰甲藥水本身咧可能有啲酒精嘅成分啦，令至到啲指甲會變形變脆。所以咧真係最安全點都係揾專科醫生評估咗，然後用啲咧就係有科學根據嘅藥用成分咯。其實咧就好多嘅，咁我簡單啲講較為新穎啲咧，叫做係一個藥嘅成分名啦，叫艾夫康座，呢啲係有科學根據嘅。咁變咗你可以用呢啲有呢種成分嘅藥水，就滴落去啲指甲度。如果跟足指示嘅，其實復發率就唔高嘅。分2樣嘢講叫復發啦。第一就唔聽指示，太早停藥，咁真係注定好大機會復發。第二，譬如有啲人佢習慣中意咧，就係去更衣室沖涼係赤腳嘅，咁亦都佢又習慣中意堅持喺翻同一個場去做瑜伽唔消毒啊，或者佢就玩跆拳道，咁你都阻擋唔到佢再感染嘅喎。當然啦，因為你口服藥都要起碼講緊要食6至7個月，咁搽呢啲藥水一般都起碼以1年計㗎啦。咁所以一般要同病者講得好清楚呢一個長期作戰嘅，就唔好咧就中途而廢。